我依家就會拍觀塘線。黃埔站嘅顏色係淺藍色啊！我依家就去何文田站。呢度有嘢隔住咗。當看下咁何文田站，就以淺綠色同灰色為主。呢度一上到嚟上面就係轉車大堂。呢邊係第二邊嘅月台。呢一邊就係屯馬線月台。起咗就呢度就會發光。咁呢一上到上面就係大堂。呢一落下一站就到油麻地。因為你喺荃灣線都介紹咗。我站就紅紅呢樣嘢都係荃灣線介紹咗。咁都係荃灣線嘅。下一站就到石。而家到石硤尾，咁石硤尾站就係淺綠色同埋白色為主。呢度一上到嚟上面就係出口，我係冇整大堂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九龍塘。我依家到九龍塘，咁我行淺藍色為主。咁呢一上嚟上就係電車。咁呢邊就出口，咁呢一邊就係東鐵線月台，我係未起。下一個站就到樂富。到樂富站就係紅色同埋淺綠色為主。咁一上嚟上面就出口。下一站就到黃大仙。而家到黃大仙就係黃色同埋青色為主。呢度一上到嚟就出就係同樂富站個設計一樣。跟住下一個站就到鑽石山。而家到鑽石山就係黑色同埋白色嘅主，白色就係啲仿鑽石。一上到上面就
咁呢一段就係出口。咁呢一上到嚟上面就係屯馬線1期月台。呢邊係黃溪，呢邊係黃烏溪沙。呢度仲有個出口。呢下就有彩虹。而家就放緊抗陣。原本係出場之後，我就係會分開你兩個。係會分開，所以就千祈唔好咁樣跨個月台，要上返去先。又係呢一個呢一邊就去九龍灣站，咁呢邊就係去九龍灣車廠。我而家就講紅色為主。咁第一類下面就大堂。呢邊人，呢邊就係歐灣車廠。車廠。咁上面呢個嘢係德福。我睇上面原本有個住宅就係喺呢度。呢個可能就到牛頭角。咁就淺綠色為主，牛頭角。呢度就係行呢邊出去就係出口。呢個下個站就到觀塘。觀塘白色為主。咁呢行就行呢邊就係呢邊就係裕民坊。下個站就到藍田。
一上就上咗大學。呢邊去背景聽咗去喺田度嗰邊演出。下個站就到油塘。對油塘咁入去就黃色為主。呢一邊就好似下嚟係一邊就係往呢一邊係往將軍澳。下個站就到調景嶺咁，調景嶺就係觀塘線嘅尾站啦。咁多謝成港鐵咁 ，thank you for calling at DMT 啊，因為係我錯啊。調景嶺就原本係綠色我之後係會用黃色去做。呢邊就有個盡頭路軌。用圍板封住係廁所封喺由唐人站好核突。好，將路。我連康城站都起埋，觀塘線嘅片都到呢度，希望你可以訂閱，下次見，拜。